新北市伫去年6月，针对检疫中心内底武汉肺炎轻症患者，有设一个远距离关怀虚拟病房平台。今嘛进一步推出 App 系统，患者透过机器检测出来数据，唔免家己去写，就会传到网络。若准有状况，线顶的医疗人员就会随来处理，用系统来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也降低这传染的风险。 这就是他现在的一个血氧的浓度跟他的心跳。政策费用未付，结果会自动传起网络系统。这是新北市针对市内检疫中心收的无症状还是轻症患者所设的健康平台。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用在大量病患，为例有一些轻症跟无症状确诊的，我们除了集中检疫中心以外，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采取。 在家也可以用这一套系统。新北市卫生局表示，面对未来医疗能量可能增磅，居家检疫者若雄雄增加，就会使用系统监测病人的健康。若发生变化，就需有医护人员伫线顶关心了解。我们福大医院有视讯诊疗的服务。 然后你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安排视讯看诊。它会针对你的健康数据的部分去做不同的分类的管理。那如果你的血氧数据或者健康数据有异常的时候，它就会主动的示警，让我们的医护人员会知道这个个案可能是需要主动关怀的。 卫生局表示，这是参考英国虚拟病房的概念，就是将轻症分流点厝内。这个方法嘛，通降低专职病院也是机构管理的负担。目前泰山检疫中心已经有在使用，将来若需要扩大范围，会搁参指挥中心讨论。记者陈阿文、刘若水，新北市采访报道。